I'm going to pray.大家好，大家好，睇到你就好，看到你就好。今日係耶穌嘅受難節，都係我哋想念耶穌對我哋無限啲愛，佢上十字架。今日兄弟姊妹，我哋嚟到呢度。願我哋帶着一顆好感恩嘅心，知道話世界上沒有別愛，沒有更大嘅愛能夠同耶穌比。今日我哋開始呢個聚會，讓我哋帶着敬畏啲心，敬畏神啲心，甚至讓我哋帶着敬拜嘅心嚟到呢度。親愛兄弟姊妹，今日是咱嘅聯合聚會，也是咱嘅受難節。今日感謝耶穌為咱釘死喺十字架頂。的確，世界上無任何人會當為咱人死，個無任何嘅愛會當甲耶穌比，只有耶穌願意行十字架嘅路。所以今日咱帶着感恩嘅心，帶着敬畏嘅心，咱安靜咱嘅心，知影講耶穌，耶穌，耶穌，阮感謝你，阮敬拜你，阮更加敬畏你這位真神。咱來額頭祈禱，用我哋嚟祈禱。親愛的主耶穌，今日我哋帶着感恩嘅心嚟到你嘅面前，我哋進入你嘅同在，是因着你的愛，是因着你嘅慈愛。神啊，我哋感謝你，你所為我哋做出嘅一切，用到我哋重生得到永生，我哋能夠進入安息，是因着耶穌，一切都係因着耶穌。耶穌嘅受難係我哋冇辦法想象中想嘅，點樣嘅痛苦，點樣嘅痛，點樣嘅受苦，但是佢喺未上十字架嘅時候，佢講不是我嘅意思，天父是你嘅意思，因着你願意我上十字架，所以咧主我願意，我哋今日都願意嚟到你面前，你講主，我哋願意跟隨你，我哋甚至想念你嘅死亡，我哋知道你嘅死亡是一個好寶貴嘅價錢嚟交換我哋落地獄，唔使落地獄，反上天堂。感謝你主耶穌，親愛耶穌，今日阮帶着敬畏嘅心嚟到你嘅面前，因為阮知耶穌喺十字架頂所為阮嘅犧牲，所經嘅十字架嘅路，是阮無變嘅家己想偌痛，閣偌悲傷，但是耶穌卻講天父，唔是我嘅旨意，是你嘅旨意，我只是願意。啊，阮有一個願意嘅心，一世阮對你，主啊！啊，互阮有這個願意嘅心，主啊！逐日，主啊，來思想你嘅犧牲，因着你嘅犧牲，阮得到頂頭生，阮得到天堂。因為你嘅犧牲，阮會當有永生。主啊，阮感謝你，阮免落地獄，是因為耶穌疼阮，
因為耶穌愛阮，行這條苦路，犧牲家己。感謝你，主耶穌，互阮會當來感恩，會來唱出你對阮的愛。感謝你，奉主耶穌名求，阿們。咱現在站起來好無？站起來，甲敬拜團做步來敬拜咱的主耶穌。阿們，親愛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先，互上帝的話語來帶領咱進入今仔日的敬拜。上帝的話語佇以賽亞書53章第5到第6節。上帝講：伊為咱的過犯受害，為咱的罪孽得傷。因伊受的刑罰，咱得着平安；因伊受的悲傷，咱得着醫治。咱攏親像羊走失迷，逐人偏行家己的路。耶和華將咱眾人的罪孽攏歸佇伊的身頂。上帝的話語帶領我哋進入今日嘅敬拜。上帝在以賽亞書53章第5到第6節，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將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呢位就係我哋今日所敬拜的主耶穌。生命之主，願你作我，榮耀都歸於你，使我莫忘你荊棘面，令我到獨留地。再次宣告生命之主，生命之主。願你作我，榮耀都歸於你，使我莫忘你荊棘面，令我到獨留地，使我莫忘黑世萬里。
西玛尼，看到咱的主伫克西玛尼迄道主啊，你的心忧伤破裂，几乎要死啦，主啊！你汗你火，亲像汗你款流出来，主啊！咱看到你，活命的君王，咱看到你，咱要敬拜，咱要来阿罗感谢你。活命君王，活命君王，我阿罗里，我应更归乎你，思念你为我受定死，带我到高塔，思念主。思念主的克西玛尼，思念主悲伤心破裂，思念主极大的慈悲，带我到高塔。我一摆活命君王，活命君王。我阿罗里，我应更归乎你，思念你为我受定死，带我到高塔，思念主的克西玛尼。思念主悲伤心破裂，思念主极大的慈悲，带我到高塔，思念主的克西玛尼，思念主悲伤心破裂，思念主极大的慈悲，带我到高塔，带我到高塔。聖靈你嚟帶咱到克西瑪尼。因為咱的主佇迄道，咱的主三擺祈禱天父，父啊，若是會使，求你將這個苦杯灑開，但是毋是照我的旨意，是要照着天父你的旨意。主啊，今仔日，咱要甲你講，感謝你，感謝你，你所做的一切，攏是為着咱。你佇克西瑪尼，主啊，你的火甲汗安尼款流出來，主啊，你佇苦國塔。你火也是一滴一滴的流落來，主啊，感謝你，感謝你順服天父的旨意，為咱來受苦，為咱來受死。今仔日，咱要甲你講，主啊，咱也願意背負咱的十字架頂。主啊，咱願意順服，因為主咱看到你順服天父旨意。主啊，咱要跟對你。今仔日咱要甲你講，咱若是順服，咱順服你，主啊，咱願意來背負咱的十字架，單日來跟對你。主。
耶穌講。主我願啊，願你愛順服，為是給阮對你，主啊我願意，你的苦悲，我願意知，帶我到高高塔，思念主的客西馬尼，思念主悲傷心破離，思念主給我的處理，帶我到高高塔，思念主的客西馬尼，思念主悲傷心破離，思念主給我的處理，帶我到高高塔，帶我到高高塔，聖靈啊，帶我到高高塔。咱來到高高塔，看見咱的主，咱的神在十字架頂。聖靈你開啟咱的心內的目睭來看，這陣咱看到的是什麼？咱看到的是天父的愛，咱看到的是耶穌犧牲的愛，咱看到的是做天地萬物的神，將伊家己的生命擺上、獻上為着咱。咱看到的是耶穌用伊家己的愛來遮扣咱。耶穌背後世界為我擔當過患，讓我無人為我捨命的世界頂，你受悲傷，我的一定，你受刑罰，我的自由逃跑。一擺，耶穌為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耶穌的愛才給我，十字架，十字架，你無會為我流露，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贖的記號，十字架，十字架，永遠是我的榮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的罪攏隨清去，為靠耶穌後悔。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的罪攏隨清去，為靠耶穌後悔。十字架，十字架，耶穌的愛才給我，十字架，十字架，你無會為我流露，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贖的記號，十字架，十字架，永遠是我的榮耀。十字架，十字架，耶穌的愛才給我，十字架，十字架，你無會為我流露，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贖的記號，十字架，十字架，永遠是我的榮耀。罪，我的罪攏隨清去，為靠耶穌後悔。感謝你主。我哋知道我哋的罪都被你嘅寶血潔淨，主啊！我哋睇到你在十字架上，但係你在十字架上，你卻
睇到我哋。是我哋的名字刻畫在你心中，是我哋每個人的臉孔新印在你眼中。主啊，你在十字架上的每時刻，我哋的名字、我哋的臉孔都刻在你心中。感謝你主。我的名字刻畫在你心中，我的臉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人為我勢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寬容恩典。雖然有時我會跌倒軟弱，而卻一直包容不放棄我，用你慈愛緊緊的擁抱，我讚美你寶貴奇妙大愛，唯有你配得所有的真理，一切尊貴榮耀，主你的十架是無價之寶，你是我尊貴的主耶穌。我的名字刻畫在你心中，我的臉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人為我勢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寬容恩典。雖然有時我會跌倒軟弱，而卻一直
一切榮耀、讚美、愛慕都歸俾你，唯有你配得。主啊，這是我哋眾人喺你面前獻上的感謝、敬拜、讚美，願主你悅納。親愛主耶穌，咱滿心感謝你，主啊，唯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得，讓一切懊惱、一切的愛、一切的感恩、一切榮耀，攏要歸給你，因為你在十字架頂為咱成就了寶貴的救恩。願你主啊歡喜，咱今仔日的敬拜加感恩，安尼款的祈禱敬拜是奉主耶穌你上寶貴的名求。阿門，阿門，阿門，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然後咱的主一個感恩的掌聲，哈利路亞，感謝主，感謝主，感謝敬拜團。咱們繼續帶着感恩的心來舉辦今仔日的奉獻，請招待員來有備。我哋繼續帶着感恩的心來舉辦今日奉獻，請招待員做準備，我哋一齊為今日嘅奉獻來祈禱。親愛天父，感謝你如此愛我哋，甚至將你獨生兒子主耶穌賜俾我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親愛主耶穌，感謝你在十字架上同天父呼求赦免他們的罪，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感謝聖靈，今日使到我們睇到我哋嘅上帝如此寶貴的救恩，呢份救恩我哋的確要傳揚出去。主啊，所以今日我哋帶着感恩、再感恩的心，要來擺上我哋今日嘅奉獻。無論主啊，我哋所擺上的係我哋嘅金錢，定係我哋嘅生命、我哋嘅時間，為主做見證、傳福音，我哋都帶着甘心樂意的心來奉獻。所以求主，你用你嘅大愛大能來祝福每個人所擺上的奉獻，使到我哋嘅奉獻能夠加倍再加倍，能夠成為更加多人的祝福。主啊，咱帶着感恩的心，感恩再個感恩。主啊，咱獻上咱嘅五塊餅2尾魚。主，你用你的大能、你的大愛來祝福咱每一個人所獻上的，讓咱的奉獻會當加倍再個加倍，會當加最更加多人的祝福，會當帶領更加多人來敬拜你這位偉大慈愛的天父。安尼款的祈禱是奉主耶穌你上寶貴的名求。阿門，阿門，阿門，感謝主。網上的家人朋友，你也可以通過手機、通過 PayNow 來奉獻，感謝大家的奉獻，願主大大祝福每一位同埋你哋嘅家人。Amen。好，即陣也咱有帶着感恩的心，也歡迎大家來到必須大堂今仔日耶穌受難罪的聚會也歡迎大家也
特別嘅歡迎今仔日新來嘅朋友嚇，甲我揮手好無？迄位即道有一位咱嘅 Sister Corinne 伊今仔日頭一擺來 ，Sister Corinne，請你徛起來，咱要特別來歡迎你。咱拍拍歡迎你好無？哇！感謝主，感謝主。Sister Corinne 是佇YouTube 看到咱嘅福建嘅崇拜啦吼，所以今仔日吼來到咱嘅當中來甲咱參加咱嘅聚會呀，感謝主，感謝主帶領 Sister Corinne 來到咱嘅當中，感謝主。咱伫做報告以前吼有一個消息，就是講吼，咱會知影咱嘅監獄姊妹吼今早起入去醫院吼，咱同心來為伊來祈禱好無？我哋知道今日我哋監獄姊妹入咗醫院吼，所以弟兄姊妹。親愛家人，我哋同心為監獄姊妹來祈禱。親愛天父，親愛主耶穌、主聖靈，我哋將監獄姊妹帶到你施恩寶座前。主啊，求你的寶血來遮蓋他，求你的寶血來潔淨，來醫治他。主啊！俾佢快的復原，主啊！你帶領醫生護士能夠好好的照顧他，在醫院。主啊！你保佑他，你與他同在，你做他心內的平安。主啊！你使到他心內唔會驚怕，唔會埋怨，因為知道你與他同在。主，我哋將監獄再次帶到你施恩寶座前，求你看顧、保守、醫治，咁樣嘅祈禱係奉求主耶穌你得勝嘅名求。Amen，感謝主。好，之前我有一項報告哈，就是明日咱福建聚會哈，有關是早起9點半，哈，記得哈呀。明日福建聚會有關是早起9點半，是佇即兜哈。佇福建聚會咧，咱有一個特別的節目，因為明日咱是慶祝耶穌復活，哈。今仔日咱紀念耶穌受死，但是明日咱來慶祝耶穌對死過活 ，Amen， 哈，所以明日咱福建班吼，準備了一個特別的這個短劇啦，哈，叫做人生，哇，呀，真正感恩哈，真正感恩，所以請大家哈，明日的確愛來看吼，請恁帶你的家人、你朋友來看吼，咱的福建聚會這個黃金劇場吼，呀，感謝主，感謝主。聽日呢，弟兄姊妹，我哋廣東崇拜就教喺下晝4點，但係地點換咗，記得冇？聽日廣東聚會係4點，但係我哋喺呢度2樓，嗬？請大家注意，聽日廣東聚會換地點換在2樓。感謝主。好啦，我嘅報告就到呢度。而家我哋帶着感恩的心，要來聽神的話語。今日好感恩，我哋請到張家偉、張傳道來到我哋當中，分享神的話語。有Jennifer 姊妹為他做翻譯。感謝主，我哋歡迎張傳道，歡迎張傳道，加歡迎Jennifer 姊妹。
My test, my test。係你啊，聽見啦。OK， 感謝主。感謝主。弟兄姊妹平安。兄弟姊妹平安。今日咧係公定嘅假日受難節。今仔日是受難節。咁受難節咧就係紀念主耶穌釘喺十字架上為世人嘅罪受死嘅日子。哇OK， 好，我慢一點，來。會使。受難節咧係紀念主耶穌喺十字架上。受難節是紀念主耶穌喺咧十字架頂，為世人嘅罪釘死受死嘅日子。為世間嘅人嘅罪釘死咧十字架頂嘅日子。咁我哋亦都要感謝神咧。咱要怎樣來感謝神呢？因着受難節嘅關係，即到受難節嘅關係。咁福建聚會同埋廣東堂聚會嘅弟兄姊妹，喺咧福建聚會加廣東聚會嘅眾兄弟姊妹，可以聚集喺一齊，會當組織喺咧做陣，一齊嘅紀念主耶穌嘅受死。做陣咧紀念主耶穌伊嘅受死。呢一件呢，亦都係一件美事。呢件事是一個美好嘅事。因為無論你係講乜嘢嘅方言，因為無論講什麼嘅方言，方言啊，無論是講什麼方言，譬如你係講福建話嘅，也是講廣府話嘅，或者係講廣東話嘅，也是講廣府話。咁其實呢，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主耶穌嘅寶血所買贖嘅。但是其實咧，咱每一個人攏是主耶穌嘅寶血贖回嘅。所以好唔好？我哋同隔離至少3個人講。所以咱即馬對身軀邊嘅人，至少3個人願意講。主耶穌好愛你。主耶穌真愛你。嗱，你唔識得佢，你都可以同佢講：主耶穌好愛你。你當講主耶穌非常嘅愛你。主耶穌愛你。耶穌愛你，耶穌愛你。感謝耶穌嚇。感謝耶穌嚇。我哋要感謝主。咱愛感謝主，因為佢對我哋嘅愛係不離不棄嘅。因為伊嘅愛是不離不棄嘅。咁有時候當我哋省察自己嘅時候，所以當咱咧審察咱家己嘅時陣，省察我哋對主耶穌嘅愛嘅時候，審察主耶穌對咱嘅愛嘅時陣，其實我哋會覺得好慚愧。其實咱會感覺真正慚愧。點解呢？怎樣咧？因為當我哋嘅生活上遇到問題嘅時候，因為當咱喺咧生活中拄到問題嘅時陣，身體唔舒服嘅時候，身體無舒服嘅時陣，工作唔順利嘅時候，工課無順利嘅時陣，或者你侍奉遇到委屈嘅時候，也是你喺咧侍奉頂面拄到委屈，我哋就會點樣啊？嚟到耶穌嘅面前，咱會怎樣咧？咱會來到主耶穌嘅面前，向佢呼求，向伊呼求，向佢訴苦，向佢訴苦。向伊來講，哎喲真苦。但係咧，當我哋嘅工作好順利嘅時候，但是當咧咱嘅工課真正順利嘅時陣，喺生活、家庭、喺咧生活甲家庭、工作、健康、工作、工課、健康同埋侍奉上，加喺咧侍奉嘅頂面，到風調雨順嘅時候，風調雨順，就是真正順利嘅時陣，我哋就會點樣啊？咱會安怎咧？我哋就會忘記咗主耶穌噶啦。咱就袂記咧主耶穌，就將主耶穌冷落咗噶啦，就冷落了主耶穌，放喺一個角落頭，放喺一個角頭丟。所以親愛嘅弟兄姊妹，所以兄弟姊妹，希望今日嘅受難節，今仔日嘅受難節，希望每一個主日，希望喺咧每一個主日，神嘅話語咧，
神嘅話語咧，可以喚醒我哋對主耶穌嘅愛。會當叫醒咱對主耶穌伊嘅愛。咁今年咧對我嚟講係好特別嘅，但是今年對我嚟講是非常嘅特別，因為咧我有機會因為我有機會分享棕樹主日。分享棕樹主日，棕樹 Palm Sunday。棕樹迄個棕樹，入城入城嘅罪。係啦，乜嘢叫做棕樹主日咧？主日咧就係主耶穌騎驢仔進入耶路撒冷。就是棕櫚就是紀念講主耶穌怎樣入城。咁我亦都要分享受難節嘅信息，就係今日啦。我愛分享今仔日嘅即個信息，就是今仔日嘅主耶穌受難罪。再過2日之後咧，我又要分享復活節嘅信息。過了2日咧，就愛分享即個主耶穌國活嘅信息。咁當我準備受難節嘅呢個信息嘅時候，所以當我咧準備即個受難罪嘅信息嘅時陣，我去讀聖經，我讀聖經，我就諗到我信主好耐啦，我就想到講我信主真久啊，但係咧好似從來都冇好好嘅去總結，但是就是從來唔捌好好嘅去總結，或者係去認清楚也是去想清楚釘喺十字架嘅主耶穌係點樣嘅。釘喺咧十字架頂嘅主耶穌是安怎嘅呢？當然我哋都知道主耶穌係為我哋嘅罪釘喺十字架上。今仔日我哋都知道主耶穌係為我哋嘅罪釘喺十字架上。今仔日咱攏知影主耶穌是安怎釘死喺咧十字架頂。但係呢一個係點樣嘅主耶穌呢？但是這個是安怎嘅主耶穌呢？所以呢，感謝聖靈嘅帶領。所以感謝聖靈伊嘅帶領。呢一次嘅準備，這一擺嘅準備，就俾我對十字架嘅主耶穌，互我對十字架頂嘅主耶穌有咗進一步嘅認識。有個進一步嘅明白。咁我亦都盼望今日嘅信息，所以我望今仔日嘅信息可以幫助你進一步嘅認識呢一位釘十字架嘅主耶穌。會當來幫助到你，個進一步嘅來明白主耶穌。咁今日咧要同你分享嘅信息嘅主題，所以今日我要甲你分享嘅即個主題，重新認識被釘十字架嘅主耶穌。重新明白被釘在咧十字架頂嘅主耶穌。到底被釘十字架嘅係點樣嘅一位主耶穌呢？到底釘在咧十字架頂嘅主耶穌是安怎嘅呢？從聖經嘅記載，對聖經嘅記載，我哋可以睇見3方面。咱當來看到3方面。第一就係主耶穌係沉默嘅代罪羔羊。頭一項，咱當看到主耶穌是一個恬恬無出聲嘅代罪羔羊。第二方面，主耶穌係一個義人。第二方面是主耶穌是一個義人。第三，主耶穌係和平嘅君王。第三，主耶穌是一個和平嘅君王。我哋先嚟睇第一點。咱先來看頭一點。主耶穌係沉默嘅代罪羔羊。主耶穌是恬恬無出聲嘅代罪羔羊。猶大佢出賣主耶穌之後，當耶穌被出賣嘅時陣，主耶穌咧就被帶到公會入邊去受審判。主耶穌就被帶到這個公會來受審判。我哋嚟睇路加福音點樣記載。咱來看馬可福音是怎樣嘅記載。馬可福音14章55到59節。馬可福音第14章55節到59節。我讀一節，然後我請阿 Jennifer 跟住讀嚇，好嘛？好。 55節，祭司長和全會眾，全公會尋找見證控告耶穌，要治死他，卻尋不着。50節，這係祭司頭甲全公會找見證要攻擊耶穌，要予伊死也無得着。
因為有好些人作假見證告他，只是他們的見證各不相和。因為濫散感情來攻擊伊嘅罪，那是伊所見證嘅無對等。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告他說，也有幾來人起來濫散感情，伊講。58節，我們聽見他說，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3日內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58節，阮捌聽見伊講，我要毀壞即間人的手所起的殿，3日內閣要起即間毋是人的手所起的。59節，他們就是這麼作見證，也是各不相和。59節，伊見證安尼也無對等。嗱，頭先我哋讀呢5節經文嘅時候，當咱喺咧讀這段嘅經節嘅時陣，我哋睇見控告主耶穌嘅人，咱看到控告主耶穌嘅人，佢哋做嘅係乜嘢見證啊？因做嘅是啥物見證呢？都係假見證，攏是濫殺假嘅見證，而且做假見證嘅時候，而且做假嘅見證嘅時陣 A 先生講嘅係一套因 A B C 的 A 哦 A 先生，即係 A 先生Mr. A， 哦 A 先生，佢講嘅係一套。伊講嘅是一套 B 先生， ，B 先生，佢講嘅又係另外一套。伊講嘅個是另外一套，仲有咧，佢哋嘅見證咧係唔同嘅，所以因嘅意見攏無相像，唔可以統一嘅。袂當統一。甚至馬太福音仲同我哋講，甚至馬太福音係告訴我們，甚至馬太福音也是安尼講。雖有好些人嚟作假見證，雖然有真濟人來做假嘅見證，總是得不着真實的證據。但是就是無法度來找到真正嘅即個見證。咁當時候嘅大祭司咧，所以當時迄個大祭司咧，就俾呢啲嘅假見證就被即個假嘅見證搞到一頭霧水啊！做甲一頭嘅霧水霧煞煞。於是咧，大祭司就問耶穌啦。所以大祭司就是耶穌啦。我哋嚟睇下邊嘅經文，咱來看下對嘅即個經文，就喺60節嗰度。佇咧60節迄兜，大祭司咧就問主耶穌：即個祭司頭就來問耶穌：你什麼都不回答嗎？你怎樣莫回答呢？呢啲人作見證，這個人做見證，告你的是什麼呢告你嘅是什麼呢？61節講，61節講，耶穌卻不言語，耶穌卻無出聲，一句也不回答，一句攏無回答。嗱，喺呢啲嘅經文，我哋睇見，喺即個經文內面，咱有看見主耶穌對於宗教領袖嘅控告，對於宗教領袖對他的控告，即個宗教嘅領袖對伊嘅控告，仲有群眾對佢嘅誣告。嗰一寡證人吼對伊嘅即個亂告伊，仲有佢哋嘅假見證，嗰因做嘅假即個見證。主耶穌一句話都唔講。主耶穌一句話攏無講。主耶穌唔講，唔係因為佢理虧。主耶穌伊無講，唔是伊理虧，就是無講，伊無理由，亦都唔係佢冇能力去反駁。伊嘛無過來反講，來為家己來解釋，而係佢好清楚自己嘅使命係乜嘢。是伊家己真正清楚伊嘅使命是啥物。頭先我哋唱詩歌嘅時候，頭先咧咱唱詩歌嘅時陣，我哋知道主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咱看到主耶穌佇咧客西馬尼亞喺嗰度祈禱，踮佇咧迄兜祈禱。
佢曾經3次求天父將呢一個苦杯攞去。伊捌3擺對咱迄兜祈禱，求天父將這個苦杯刷去。呢個苦杯係乜嘢啊？迄個苦杯是啥物啊？就係釘十字架。就是釘十字架頂。不過主耶穌亦都對天父講，但是主耶穌嘛對天父講，another slide， 就係唔好照我的意思，就是講莫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天父將主耶穌差遣到世上嚟，天父將主耶穌派來到這裡對上，就係要主耶穌背負世人嘅罪，就是要讓主耶穌背負世間人嘅罪，被釘在十字架上，被釘在咧十字架頂。所以同頭先我哋嘅經文，我哋睇見，所以對頭先咱喺咧經文內面來看見，主耶穌就係嗰一隻代罪嘅羔羊，主耶穌是一隻代罪嘅羔羊，佢只好默默嘅承受一切唔真實嘅控告，伊只好默默地不出聲嘅來承受這款不真實嘅控告，無真實嘅這個控告，要承受人對佢嘅辱罵，也要承受人對伊嘅辱罵，對佢嘅諷刺，對伊嘅諷刺，對佢嘅鞭打，對伊嘅鞭打，就好似先知以賽亞，就是點在咧先知以賽亞喺以賽亞書53章6同埋7節咁講，點在咧以賽亞書53章第6節有安尼講：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遍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咱攏親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耶和華予咱眾人的罪攏歸佇咧伊的身軀頂。第7節，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第7節，伊受壓迫，拄着艱苦，也久無開喙。伊親像羊仔，牽到要刣的地，閣親像羊佇剪毛的人的面前無出聲，伊也安尼無開喙。先知以賽亞講，先知以賽亞講，佢話我哋人呢，我們人，咱人呢就好似走迷咗路嘅羊一樣，就是親像走失迷的羊仔。每一個人都要走自己嘅路，每一個人攏行家己的路，而且當我哋選擇咗自己嘅路，而且咱選擇家己的路，當我哋走迷咗啦，等咱走迷啦，我哋唔單止自己已經，我哋唔承認自己走錯路，咱無承認咱家己行唔對啊，我哋仲係繼續嘅行落去，咱閣繼續嘅行落去，我哋唔識得翻轉頭，咱袂曉來回頭，我哋亦都唔願意翻轉頭，咱攏無願意轉回頭。呢一個就係世人嘅光景。這就是世間人嘅光景。而家主耶穌呢一隻嘅代罪羔羊，現今主耶穌是代罪嘅羔羊，佢願意背負我哋嘅罪，伊願意背負咱嘅罪。而且主耶穌唔單止係代罪羔羊，而且主耶穌唔單單是代罪羔羊，他也是我們的好牧人。伊也是咱嘅好牧者。好牧人會尋找嗰啲迷失嘅羊，好牧者也看過迷失嘅羊仔，佢願意帶領我哋返到正路上邊。伊願意帶領人 Next slide，登到義路上，佢願意引領我哋到青草地溪水旁。伊也願意帶咱到這個青翠嘅草邊啊！弟兄姊妹，信耶穌呢一個唔係就係我哋嘅福分咩？這豈不是我們的福分嗎？哇！信耶穌是唔是咱嘅福分呢？感謝主，感謝主，主耶穌係沉默嘅
代罪羔羊。主耶穌是一個親筆的即個代罪羔羊。好啦，我哋睇完第一點，我哋睇第二點，好，咱來看第二點，就係主耶穌係義人。主耶穌是義人。當我哋去睇聖經嘅時候，當咱看聖經嘅時陣，我哋會發覺，咱會發覺主耶穌喺被釘十字架之前，主耶穌被伫咧釘十字架釘正前，同埋釘十字架之後，甲伊釘了十字架釘之後，都有人見證佢係義人，攏有人見證伊是義人。而且呢兩個人呢，都係好有分量嘅人。而且這兩個人是非常有分量嘅人。喺主耶穌釘十字架之前，伫咧耶穌被釘十字架釘正前，係羅馬巡撫，是即個羅馬嘅羅馬嘅巡撫，比拉多嘅妻子，比拉多嘅妻子，稱耶穌為義人。稱耶穌是一個義人。我哋嚟睇馬太福音咱來看馬太福音27章27章18到19節。 18到19節。18節，陳婦原知道他們是因為嫉妒，才把他解了來。馬太福音27章18節。馬太福音27章第18節，因為在因為着怨妒，才結上耶穌。19節，正坐堂的時候，他的夫人打發人來說：這義人的事你一點不可管，因為我今天在夢中為他受了許多的苦。第19節，伊坐長的時，伊的某妻人甲伊講：這個義人你毋通干涉着，因為我今仔日佇咧迷茫中為伊最艱苦。嗱，從呢一段嘅記載，對這段嘅記載，我哋睇見比拉多嘅妻子稱耶穌為義人。咱看到比拉多伊嘅妻子，伊稱呼耶穌是一個義人。當佢話佢係義人嘅時候，當伊講伊是一個義人嘅時陣，最直接嘅意思，遵照伊嘅意思，就係講耶穌係無辜嘅。就是耶穌是無辜嘅。英文就係 innocent， 英文是叫 innocent。按摩嘛是安尼講啊 ，innocent 無辜嘅啦。咁呢一個嘅比拉多嘅妻子，即個比拉多嘅妻子，佢係透過呢個超自然嘅夢境，用即個超過嘅即個夢境，佢認識到伊明白到主耶穌並冇犯下主耶穌並無犯落足以處死嘅罪行，啲到到愛處死嘅即個環境。咁佢所講嘅呢句話呢，所以講嘅話呢，亦都同後尾比拉多3次嘅聲明，甲對後尾比拉多3擺嘅講清楚，就係佢話：我查唔出主耶穌有乜嘢罪嚟，我查唔出主耶穌有什麼嘅罪。所以咧，佢哋兩公婆一個喺夢中，所以兩翁仔某，一個在咧夢中，一個係透過審判耶穌，一個是透過審判耶穌，講到耶穌係一個冇犯罪嘅人。講到耶穌是一個無犯罪嘅人。所以喺呢度咧，義人就強調咗耶穌品格上嘅正直，確定了耶穌品格的正直。所以即道咱當知影講，主耶穌伊嘅品格是非常嘅正直嘅。咁頭先我哋讀到咧，所以咱頭先有讀到咧，就係當呢啲宗教領袖，就是一個宗教嘅領袖，將耶穌捉到公會嘅時候，將耶穌掠到公會嘅時陣，佢哋嘅目的係乜嘢啊？因嘅目的是什麼呢？要害死耶穌。是要害耶穌。點解要害死耶穌啊？
為什麼要害死耶穌呢？因為佢哋嫉妒耶穌，因為因怨妒主耶穌。因為耶穌所講嘅、所做嘅都超越當時候嘅宗教領袖。因為耶穌所講嘅、所做嘅是超過當時宗教嘅即個宗教嘅領袖。嗱，我哋喺聖經入邊睇見比拉多嘅妻子，所以咱喺啲聖經裏面，咱看到比拉多伊嘅妻子，只係喺呢度出現咗一次。就即度出現一擺。如果喺一出戲嘅入邊，伊若是出現喺咧，在一出戲裡面，在一出戲裡面，哦，喺咧一出戲裏面，佢就係一個好細嘅角色，伊是一個非常真實嘅一個角色。但係佢講嘅話，但是伊講過嘅話，舉足輕重，非常嘅重要。因為咧佢講嘅呢句話，因為講嘅即句話，構成咗對審判者，造成即個審判者，就係比拉多，就是比拉多，同埋告狀嘅人，嗰是嗰有一寡告伊嘅人，就係嗰啲宗教領袖，就是迄個宗教嘅領袖，係一個諷刺嚟嘅。第一咧偷咧諷刺因。點解咁講呢？為怎樣安尼講呢？因為咧比拉多嘅妻子係羅馬人嚟嘅，因為比拉多嘅妻子是羅馬人，佢就係一個外邦人。伊是一個外邦人，連一個外邦人嘅女子連一個外邦人嘅妻子都可以睇得出主耶穌嘅正直同埋公義，都會看得出主耶穌伊嘅正直甲伊嘅公義。但係嗰啲自誇係宗教領袖嘅人，但是迄個自誇家己是宗教領袖嘅人，自誇自己係遵守摩西律法嘅人，伊講伊是遵守摩西律法嘅人，卻喺度做嗰啲不義嘅事，卻佇即度做一寡不義嘅代志，就係想方設法嘅害死主耶穌。就是要盡各種嘅方法要來將耶穌治死。比拉多嘅妻子係一個外邦人，比拉多嘅妻子是一個外邦人。當猶太嘅宗教領袖當即個猶太嘅宗教嘅即個領袖棄絕主耶穌，棄絕哦，拒絕即個主耶穌，佢作為外邦人呢，伊個是一個外邦人呢？佢承認主耶穌係義人，伊承認主耶穌是一個義人，所以比拉多嘅妻子去評價耶穌，所以即個比拉多嘅妻子係係評價耶穌，伊來評價哦，就是伊來批評講耶穌嘅價值係冇犯罪嘅。是無犯罪嘅。另外一方面，佢亦都提醒佢嘅丈夫，另外一方面，伊也提醒伊嘅翁婿，唔好參與呢一場不義嘅謀殺。唔通參即款不義嘅代志。咁除咗比拉多嘅妻子所以除了比拉多嘅妻子稱耶穌為義，稱耶穌是係義人，稱耶穌是義人，見證耶穌冇犯罪。耶穌無犯罪。另外一個稱主耶穌為義人嘅，另外一個稱耶穌是義人嘅，就係嗰一個看守主耶穌嘅百夫長，就是一個看過即個就是看守主耶穌嘅百夫長。看過主耶穌嘅即個百夫長。因為耶穌話佢會復活啊嘛，因為耶穌講伊會復活嘛，所以呢啲宗教領袖咧所以即個宗教嘅領袖咧，就派咗好多嗰啲嘅軍官啊、就派到真濟迄款兵丁啊兵丁啊，嚟看守釘十字架嘅主耶穌。來看守要來釘死即個主耶穌。好啦，我哋嚟睇路加福音23章。好，咱來看即個馬可福音23章。 23章，路加福音23章44到47節。 44節到47節。那時若有5正
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中晝全地黑暗，到3點鐘嘅時，日的光無去，日頭變黑了，殿裏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殿內的牆對中裂開。耶穌大聲喊着說：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說了這話，氣就斷了。耶穌大聲叫就講：爸啊，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這話講煞，氣就斷。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就歸榮耀與神，說：這真是個義人。百種看見這個代志，歸榮光上帝，講：這個真正是義的人。嗱，頭先嗰段嘅經文頭先咱看嘅經文係記載百夫長是記載這個百夫長睇見主耶穌斷氣之後所發出嘅感嘆，看到主耶穌斷氣嘅時陣所講出嘅這個話。根據路加福音嘅記載，佢落嚟路加福音嘅記載，百夫長呢係羅馬官方嘅代表，百夫長是羅馬這個後面嘅這個代表。佢嘅感嘆，伊嘅感嘆係對主耶穌是對主耶穌喺釘十字架之前是伫咧釘十字架頂之前所受嘅審判，所做嘅審判，最終嘅評價。做最後嘅這個評價。因為喺耶穌釘十字架之前，因為耶穌被釘咧十字架頂之前，比拉多曾經3次嘅聲明，比拉多3擺嘅聲明，佢話我查唔出呢個人有咩罪嚟。我無查出這個人有什麼罪。所以百夫長講這真是個義人嘅時候，所以當這個百夫長講，這個真正是一個義人嘅時陣，實際上就係喺法律嘅層面，實際上就是伫咧這個法律嘅頂面，為耶穌平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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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反就是為他辯駁的意思。為耶穌來辯護，為出去。咁承認佢咧係並冇犯罪㗎，伊其實無犯罪，主耶穌係被冤枉㗎，主耶穌是被冤枉嘅。所以百夫長口中嘅義人，所以這個百夫長所講出嘅這個語言，就係指到行事正直，就是行事正直，行事是真正直嘅，符合咗道德律法嘅人，是這個會監這個道德嘅這個人。百夫長咧係親眼睇見主耶穌，百夫長是親目看到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被釘在咧十字架頂。當耶穌喺十字架上，當耶穌在咧十字架頂，唔單止冇咒詛，唔單就是唔單單無咒詛，冇謾罵，伊無凊彩亂罵人，反而為仇敵祈禱。便是反做為因來祈禱。佢話父啊，伊講爸啊，赦免他們，赦免因，因為他們所做的，因為因做嘅，他們不曉得。因唔知影。呢一種係超過一個平凡人可以做嘅，這是超過一個平凡人會當做嘅。呢個係超越常人嘅品格。這個是超過凡人嘅這個這個品格。所以咧就俾呢個百夫長確信，所以和這個百夫長來確信並且承認而且承認耶穌係全然無辜嘅。耶穌是全然無辜嘅。
嗱，弟兄姊妹，百夫長嘅呢句話，兄弟姊妹，百夫長講嘅即句話，這真是個義人，伊真是一個義人，亦都突出咗福音嘅核心。伊也突出即個福音嘅即個核心，即個重心，真正真重要即個重心。對對對，阿們，就係一個義人代替不義嘅人受苦，就是即個不義嘅人來代替義人代替不義嘅人受苦。啱，我再講一次，我再能夠講一擺，百夫長嘅感嘆，百夫長嘅即個感嘆，突出咗福音嘅核心，講出即個福音嘅即個重心，就係一個義人，就是一個義人代替不義嘅人受苦。代替不義嘅人來受苦。你仲記唔記得喺聖經入邊係咁樣記載？恁會記得聖經有安尼嘅記載？當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時候，當耶穌被釘咧十字架頂嘅時佢旁陣，邊仲有2個被釘嘅犯人，伊講閣有2個被釘佇咧十字架嘅犯人，其中有一個係喺十字架上即刻悔改接受耶穌，其中有一個伊立刻來即個承認耶穌。另外一個咧，佢係喺嗰度嘲笑耶穌，另外一個咧是來到祈求耶穌，所以嗰一個悔改嘅犯人就咁同嗰一個嘲笑嘅犯人講，所以有迄個接受了悔改的那個犯人，就是迄個悔改嘅犯人，就對迄個祈求耶穌迄個犯人來講，佢咁講：我們是應該的。伊講咱是應該嘅，即是我哋被釘十字架係應該的，咱被釘咧十字架是應該嘅，因為我哋所受嘅因為咱所受嘅，同我哋所做嘅甲咱所做嘅係相稱嘅。是合宜嘅。但係呢一個人但是即個人，就係指主耶穌，伊是指主耶穌，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伊無做過一件無好嘅代志。所以當百夫長講，所以即個百夫長講，這真是個義人，這真正是一個義人。佢嘅見證伊見證確認咗，確認了，伊即個承認，確認就是確定嘅承認。耶穌係完美嘅祭物。耶穌是一個完美嘅祭物，耶穌是一個完美嘅祭物。耶穌具備咗，耶穌伊有備了救贖人類嘅資格，救贖人嘅資格，因為佢係義人。因為伊是義人。第三，我哋嚟睇一睇主耶穌係點嘅。第三，咱來看主耶穌伊是怎樣嘅？主耶穌係和平嘅君王。主耶穌是和平嘅君王。喺耶穌時代嘅猶太人呢，喺咧耶穌時代嘅猶太人呢，喺羅馬政府嘅統治之下，喺咧羅馬兵嘅統治裏面，佢哋對於彌賽亞，伊明知伊是彌賽亞，不是他們所期望嘅彌賽亞，因所期待嘅即個彌賽亞，就係佢哋對救世主嘅盼望，就是因對即個救世主嘅盼望，係一個強大嘅，是一個強大的，是一個真正強大嘅，可以打敗羅馬政府嘅君王，會當來拍敗即個羅馬君王嘅即個君王。咁喺上一個主日咧，就係棕樹主日。所以當在咧頂一個節日裏面，是一個棕櫚嘅節日。當時候主耶穌騎住驢仔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當時耶穌是騎即個驢
入到即個城。主耶穌就表明佢唔係嚟爭戰嘅君王，伊有表明講，我毋是愛來爭嘅即個君王，相反嘅，倒變嘅。主耶穌係以受死嚟成就和平。主耶穌是為着受死，成就了和平嘅。咁當主耶穌喺十字架上大聲嘅喊，所以主耶穌伫咧十字架頂嘅時陣，大聲嘅話：佢話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爸啊，我將我嘅靈魂交代伫你嘅手。講完呢句話咧，佢就斷氣啦。講了即句話，伊就斷氣啦。而斷氣嘅時候，伊斷氣了後，聖殿入邊嘅幔子，即個殿內嘅即個杖就離開，係從上到下裂為兩半。是對頂面到下對離開兩邊。咁到底呢個幔子係啲乜嘢嚟㗎？到底即個杖是什麼嚟嘅呢？呢個幔子就係指即個杖是要來意思是，伊是要指掛喺聖所同埋至聖所之間，掛喺咧聖所甲至聖所之間，一塊好重好厚嘅即個真正重個真正高嘅編織嘅布簾來做嘅即個布。咁幔子就代表咗人與神之間嘅阻隔，所以即個杖就是代表講人甲神嚟被阻隔擊開嘅即個意思。點解呢？怎樣講呢？因為神係絕對聖潔嘅。因為神是絕對聖潔嘅。如果有罪嘅人，如果若是有罪嘅人，直接面對神，一面嘅來對着神，見到神嘅面，見到神嘅面，佢就會死。伊就會死。於是咧，幔子就起咗，安尼呢，即個杖就是起咗保護同埋遮蓋嘅作用，就是起了保護嘅即個作用，遮蓋，係要遮蓋，個遮蓋嘅即個作用。咁喺舊約嘅時候咧，喺咧舊約嘅時陣呢，只有大祭司只有大祭司喺特別嘅時間入邊，喺咧特別嘅時間裏邊，只可以進到至聖所。因帶當來進入即個至聖所。所以幔子嘅設立，所以即個杖嘅設立，亦都宣告咗，也宣告了，也就是宣告了，通往神面前嘅道路係有限制嘅。要通往即個神嘅即個道路是有一個坎站嘅。當主耶穌喺十字架上斷氣嘅時候，當主耶穌喺咧十字架頂斷氣嘅時陣，你有冇注意到？你有注意到無？幔子係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即個杖是對頂面到下面離開兩邊嘅。嗱，弟兄姊妹，我問一問你嚇，到底係邊個使到呢個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嘅呢？是誰使到這個東西？兄弟姊妹，這是怎麼問你？到底是誰，和這個杖對頂面到下面斷開離開兩邊呢？有冇諗過啊？你有想過無？其實就係神親自將呢個幔子撕裂為兩半。其實就是神親自將這個杖可以離開兩邊。嗱，弟兄姊妹，我哋而家諗一諗下，兄弟姊妹，咱這時陣個想看賣。如果喺你嘅面前有窗簾布，窗簾布，幾年前，現在就是假設有窗簾布在你面前，咱來想者吼，敢若是若是有一個窗仔布吼，佇咧你嘅面前。係掛住㗎嚇。是掛嘅吼，掛幫即個窗仔布吼。我叫你將佢撕為兩半嘅時候，我叫你嘅撕咗兩邊嘅時陣，你會點做啊？你安怎做？係咪爬到高高喺上邊剪一刀咁樣搣落嚟啊？
啊是你逼甲懸懸吼，安尼甲剪一刀，安尼互伊裂開咧。唔係啊嘛，一定係喺下邊剪一刀，係咪啊？哦是哦，毋是哦，你當作是對下對加起去嘅嘛吼然後就，搣開佢咯。安款加開嘅嘛吼。所以咧，幔子聖殿入邊嘅幔子，所以殿內嘅即個牆由上到下裂開，是對頂面到下對來裂開嘅，完全係父神嘅作為。完全是父神嘅作為。呢一個特殊嘅現象，即個特別嘅即個現象，有着非常深刻嘅含義。有真着有受了即個非常重要即個含義。首先，神的幔子係象徵人與唔係幔子嘅裂開，就是幔子的裂開，即個牆會裂開，係象徵人與神之間嘅阻隔消失咗啦，就是象徵人和神之間的阻隔消失了。就是代表了講人甲神嘅即個關係，即個隔開嘅即個消失啦。因着主耶穌嘅犧牲，所以因着主耶穌伊嘅犧牲，人同埋神之間嘅罪債已經還清。人嘅即個罪已經還清啊！人阻擋人親近神嘅呢一個嘅屏障，亦都除去。屏障也是阻礙的意思。即個屏障就是阻礙人親近神的屏障。即個阻礙吼，人甲神嘅即個隔開吼，已經除去啊！咁另外一方面呢，個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穌嘅犧牲，主耶穌嘅犧牲，更為人開咗一條新嘅道路，互咱有一個新嘅道路，使到人唔再需要互人無閣再需要通過地上嘅祭物，透過世上嘅祭物，或者係大祭司也是大祭司嚟親近神。來親近神。我哋嚟睇希伯來書第10章19到20節。希伯來書第10章19到20節。咱伫咧希伯來書第10章19節到20節。19節，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第19節，所以兄弟啊，咱佇耶穌的血，既然得到好大入聖所。20節，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對伊所互咱開新甲活的路，按照這個場經過的，這個場就是伊的身軀。阿們。希伯來書嘅作者指出，希伯來書有互咱知影，呢個幔子就係主耶穌嘅身體。這個場就是主耶穌的身軀。主耶穌身體嘅裂開，主耶穌伊的身軀的離開，亦即是主耶穌喺十字架上受難。也是伊佇咧十字架頂所受的難。佢嘅受難，伊的受難，為我哋開咗一條又新又活嘅路，為咱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到我哋可以坦然無懼，直接嘅嚟到神面前。互咱會當坦然的無驚的來到上帝的面前。親愛弟兄姊妹，親愛的兄弟姊妹，主耶穌嘅受難，主耶穌伊的受難，唔單止為我哋開咗一條新嘅道路，唔單單為咱開了一條新的路，佢喺肉身嘅受死，伊佇咧受死，伊的身軀會受死，更係要成就真正嘅和平，要成就真正嘅和平，是要來成就真正的和平。唔單止係人同埋神和好，唔單單是人甲神伊的和好，仲有人
與人和好，佫會當互人甲人會和好，神與萬物和好，神甲萬物和好，人也同萬物和好。人嘛甲萬物和好。呢一個就係神起初所創造嘅伊甸園嘅光景。這就是神起初創造伊甸園的光景。這個就是上帝伊所創造嘅這個光景。呢一個亦都係將來主耶穌完全掌權嘅國度嘅光景。這個嘛是主耶穌掌管嘅這個光景。一方面係伊甸園完美嘅情形，一方面是伊甸完美嘅情形，但係因着人犯罪，但是因着人會犯罪，成個伊甸園就變咗樣。規個這個伊甸園就無相款。但係將來主耶穌再嚟嘅時候，但是將來主耶穌過來嘅時陣，當佢完全掌權嘅時候，等於完全掌管嘅時陣，嗰一個就係神與人，嗰一個人甲神，人與人，人甲人，神同萬物，神甲萬物，人同萬物，人甲萬物，完全和平嘅境況，完全和平嘅情形。所以歌羅西書嘅作者咁講，歌羅西書安尼講。歌羅西書第1章20到22節。歌羅西書第1章20到22節。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20節已經將伊十字架嘅血來成就和平，就對伊和萬項有甲伊本身閣再和，也是對上嘅，也是佇天裡嘅，攏是對伊。21節，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着惡行，心裡與他為敵。21節，個恁平素佇歹嘅所行嘅，甲上帝隔斷，心內做罪敵。22節，但如今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即是與神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22節，當伊佇伊肉體嘅身軀對伊嘅死，已經互恁閣再和，要互恁逐個正信，無瑕疵，無通嫌的，徛佇伊嘅面前。哈利路亞，感謝神。阿門。以前我哋舊約嘅人要接近神嘅時候，舊約嘅人要親近神嘅時候，古早吼，佇咧舊約嘅時陣，人要親近神嘅時陣，係好難嘅一件事。是真正困難的。但係當我哋讀呢一節經文嘅時候，但是今仔日你讀了這段經文了後，我哋睇見咱有看見主耶穌藉着佢嘅肉身受死，主耶穌成就肉身來受死，叫我哋可以與神和好。叫咱甲神會當來和好。同時因着佢係義人，同時伊閣是義人，可以代替不義人嘅罪，會當來代替不義嘅人嘅使到每罪。一個相信佢嘅人每一個相信伊嘅人，可以成為聖潔，會當成做聖潔，可以冇瑕疵，會當無瑕疵，可以無可責備，無通來當來責備嘅，而且係佢親自嘅引我哋到佢嘅面前。而且伊要親自嘅帶領咱來到神伊嘅面前。親愛弟兄姊妹，親愛兄弟姊妹，今日係紀念主耶穌嘅受難日，今仔日是紀念主耶穌受難嘅日子，讓我哋重新認識呢一位愛我哋嘅主耶穌，咱當定心嘅來明白這位聽咱人嘅主耶穌，認識呢一位被釘在十字架上嘅主耶穌。明白這位
釘伫咧十字架頂嘅主耶穌。我哋相信嘅主耶穌係一個從來冇犯罪嘅義人，咱相信這位主耶穌是從來無犯罪嘅義人，佢代替不義嘅人受苦，伊代替了不義嘅人來受苦，為咗背負世人嘅罪孽，為咗背負世間人嘅這個罪，為咗完成父神嘅救贖計劃，為咗完成天父嘅計劃，佢成咗沉默嘅代罪嘅羔羊。伊成做了一個默默無出聲嘅代罪羔羊。因着主耶穌願意順服天父嘅旨意，因為主耶穌伊順服天父伊嘅旨意，走向各各他嘅十字架，行向各個他嘅路，被釘在十字架上，被釘在咧十字架頂，藉着肉身嘅受死，藉着肉身嘅受死，藉着肉身嘅受死，成就咗真正嘅和平。成就了真正嘅和平。弟兄姊妹，兄弟姊妹，可以相信呢一個咁寶貴嘅主耶穌，你會當相信一位安尼寶貴嘅耶穌嗎？唔單止係我哋嘅福分，唔單單是咱嘅福分，我哋更要時常嘅獻上我哋嘅感恩。咱要獻上咱對伊嘅感恩。我哋一齊祈禱。咱最近來祈禱。親愛嘅天父，我哋感謝你。親愛的天父，阮感謝你。今日當我哋再次思想主耶穌嘅受難，今仔日阮閣一擺思想主耶穌你嘅受難，俾我哋再一次嘅認識到，互阮閣一擺嘅明白到天父嘅愛係何等嘅長闊高深。天父嘅愛是何等嘅長闊關深。當人犯罪離開神嘅時候，當人犯罪離開神嘅時陣，神早有預備，神早就有預備，但係呢個預備，但是這個預備就係獻上父嘅獨生子，就是獻上神嘅獨生子主耶穌基督。主耶穌基督。所以親愛嘅主耶穌，所以親愛的主耶穌，今日當我哋紀念你嘅受難，當阮紀念你為阮受難嘅，求聖靈喺我哋嘅心入邊做感動嘅工作，要佇咧阮嘅心做感動嘅工課，俾我哋睇見，互阮看見耶穌喺十字架嘅受死，耶穌佇十字架頂嘅受死，係背負我嘅罪，是背負阮嘅罪，係背負我嘅過犯，是背負阮嘅過犯，係背負我嘅憂愁，是背負阮嘅憂愁，係背負我嘅軟弱，係背負阮嘅軟弱，係背負有一啲我都唔明白嘅一啲嘅難處，是背負一寡阮未明白嘅困難嘅所在。但係主啊，當我哋面對你嘅時候，但是主啊，當我面對你嘅時陣，我哋諗到自己所受嘅一切，我感受到阮所承受嘅一切。主啊，同你所受嘅鞭傷同埋被釘十字架，主啊，甲你被釘咧鞭傷釘伫咧十字架頂嘅，其實我哋嘅苦楚都係暫時嘅，其實阮所受嘅苦楚是暫時嘅。因為當我哋信靠耶穌嘅時候，因為當阮信靠主耶穌嘅時陣，我哋知道主耶穌唔單止了解我哋嘅經歷，因為阮唔單單知影主耶穌了解阮嘅經歷，我哋亦都知道阮也知影主耶穌係得勝嘅君王，主耶穌是得勝嘅君王，必定能夠帶領我哋經過一切。並且會帶領阮經過所有嘅一切。所以主耶穌，所以主耶穌，我哋要俯伏喺你嘅面前，阮要拍落伫你嘅面前，我哋要同你講，阮要你講，你係我哋嘅主，你是阮嘅主，
你係我哋嘅神，你是阮嘅神，你係我個好牧人，你是阮嘅好牧者。我要一生一世嘅跟隨你。我要一生一世跟對你。求主保守我嘅信心，求主保守我嘅信心，我嘅愛心，我嘅愛心，繼續嘅緊緊跟隨。繼續嘅緊緊嘅跟對你。我哋咁樣祈禱係奉靠主耶穌基督阮安尼嘅祈禱是奉靠主耶穌得勝嘅名而求。得勝嘅名求。阿們，阿門。阿們。我哋將一切嘅榮耀、尊貴都歸俾被釘十字架嘅主耶穌。咱將一切嘅榮耀歸予咱嘅主耶穌。將時間交翻俾敬拜團。咱將時間交予敬拜團。Amen， 哈利路亞！感謝將傳道釋放神大有能力的話語，感謝張家偉團道今日跟咱分享上帝大有能力嘅話語，寶貴嘅話語。感謝咱嘅 Jennifer 姐妹為來翻譯，這是伊頭一擺翻譯所以真正好咱互伊過一擺嘅鼓勵好無？感謝 Jennifer 姐妹，感謝主，感謝主。兄弟姊妹，咱最近來以這首詩歌來回應主今仔日對咱所講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齊，讓我哋一齊起立，回應主今日同我哋每個人心所講的說話。感謝主寶貴的救恩，寶貴的十架。主耶穌，我感謝你，你的身體為我而捨，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哈利路亞！寶貴十架，今日神俾我哋呢篇信息，我想問喺呢度仲有冇人未信耶穌嘅？今日或者你嚟到我哋嘅聚會好多次，甚至係第一次，甚至呢，你嚟我哋嘅聚會根本呢就未接受耶穌。今日耶穌邀請你睇着十架嘅愛，睇着十架嘅犧牲。親愛嘅兄弟姊妹、網上嘅朋友，有可能你聽了這個信息，你心有感動。雖然有可能你來了福建聚會真濟擺，甚至真濟年，但是你的心無正正來接受耶穌。佫有可能你是頭一擺來，佫有可能古早接受耶穌，現在倒退了。今日十字架要吸引你來接受耶穌的愛，耶穌愛你。今日伊要向你講，我所做的一切，攏嘛是為着恁。所以今日你願意來接受耶穌的愛無？伊先愛你，唔是你愛伊。我想要問，今日有人要接受耶穌無？今日變一位，你話牧師，我要接受耶穌，會使起你手，可以舉起你嘅手，有冇啊？唔使出嚟，會使起你手，有無？知道有人要接受耶穌嘅無？有無？莫懷疑，有無？你問身邊嘅人，你接受耶穌了未？你問因愛接受耶穌咪？起手，就那人有無？知道有無？攏總結果是接受耶穌了咩？感謝主。OK， 現在咱安靜咱嘅心，咱來決定來祈禱。你對我講，親愛的耶穌，我感謝你，你為我死喺十字架上。我今日承認我係罪人。沒有別的拯救，只有你，耶穌，因着十字架所為我做嘅一切，我嘅罪能夠得着赦免。我感謝你，耶穌，我開我嘅心嚟接受你。我知道3日過後，你又復活，你是復活的王。所以耶穌，我相信只有你能夠救我，能夠俾我永生。我依家開心接受你，我願意跟隨你，奉主耶穌嘅名，阿門。講福建話，你會當對我講，你講親愛耶穌，感謝你，那十字架頂為我做一切，你的寶血潔淨我的罪，你的身軀醫治我，我相信耶穌。你為我死，3日過後復活了。我是一個罪人，無變救家己。今日耶穌，我接受你，只有耶穌會當救我，只有耶穌無予我落地獄去天堂。我承認。耶穌，你是我的救主，由今日起，我跟隨你，無回頭。感謝耶穌對我的愛，我開我的心，
接受你嘅愛，接受你嘅平安，接受你嘅喜樂。安尼款祈禱是奉主耶穌嘅名。阿們，阿們，阿們。今日我哋好歡迎我哋嘅弟兄 Jeffrey Low 弟兄，佢走咗啦，喺邊度啊？走咗啦，去咗樓上。呢位弟兄呢，為我哋打鼓之後呢，佢中咗風，但是呢，今日喺受難節，佢復活啦，佢嘅腳好啦，佢嘅人可以翻嚟啦，所以我講佢復活啦嚇。你同我今日有冇復活啊？應該要復活啦，因為耶穌是復活嘅神，所以咧我哋就喺網上歡迎我哋嘅 Jeffrey Low 翻嚟。咁仲有咧，我哋知道聽日係復活節，只有咧方言堂咧係即係話連續咧拜六、拜五同拜六啦，你知嘛？只有一年一次，同身邊嘅人講呢，你嚟教會2次，即係拜六同拜五同拜六啦，係咪？嚟2次啊，2日啦，繼續嚟2日啦。如果係英文部門嘅、華語部門嘅，係喺禮拜。不過我哋嘅崇拜係喺拜六。最緊要呢，唔是呢日子或者係咩號啊，係呢個意義。我哋所慶祝嘅意義，聽日我哋慶祝乜嘢節啊？復活節係呢個節日嘅意義，阿咩嘛？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有啲人講咧，12月25號唔係聖誕節，由佢哋講啦，因為我哋慶祝唔係日子，我哋慶祝係耶穌嘅誕生，耶穌嘅死亡。今日係咩節啊？耶穌嘅死亡，聽日咩節啦？復活節。所以廣府堂嘅金英啊，哇！佢哋訓練得好勁啊，又話真係好努力。我請問識得講廣府話嘅，聽日啱唔啱嚟？啱唔啱嚟？廣府堂當今 watching channel，OK？ 今日咧是即係受難節，只有那人。必須大等咧，一年叫你嚟2擺，繼續嚟2擺，拜5啊來，拜6啊來啦，一年1擺吧，路啦，唔是，哦，對唔？一年1擺，今日都來了，咪講我媽在變大了，我咪來，別使，真重要嘅日子咧，是復活節，復活節是人慶祝耶穌復活，所以你媽在來嘅時陣啊，會使穿紅衫、青衫、藍衫、colorful嘅衫。慶祝耶穌復活了，阿們無？所以馬仔你就愛來嚇，你就愛來。閣有咧帶人來，因為馬仔咧，咱人有一個黃金劇場，因人嘅人生啊，真好咧。想有去拜祀嘅，好無？起手好無？好無？愛帶人來無？你會曉聽唔曉聽？唔緊要啦，帶佢哋嚟啦嚇，非常之好。尤其是係佢嘅魔鬼同埋天使，哇！一流，天使同魔鬼一流。所以咧，明天再見，9點半、4點鐘，仲有同隔離嘅人講咧，廣東聚會，聽日喺呢度。換咗啦，唔好去4樓，快啲講。同隔離嘅人咧，廣東堂嘅，你快啲講幾樓啊？福建聚會幾樓啊？啊，隆重嗱2樓嗬，方便你人大家廁所嗱迄兜隔壁 ，OK？ 當今日徛真久了，還有牧師，我要等厝了。來，咱來領受上帝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神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給恁眾人同在。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大家講阿門，神祝福你哋，受難節
復活節蒙恩蒙福，阿門。